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8，诗篇85篇4节安尼讲：拯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倒转来，煞你对阮的生气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倒转，佮煞对阮的生气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！你的慈爱大到诸天，你的诚实到穹苍。主啊！阮要歌唱你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将你的信息传到万代。主啊！人是啥物？你竟然捌伊。人的囝是啥物？你竟然笑脸伊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知阮的过失，阮的罪过。主啊！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阮的过失，亲像你对早时到今仔日常常赦免阮一样。主啊！拯救阮的上帝啊！求你互阮倒转来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煞你对阮的生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